我叫 Jessica。咁曾經我試過一個輕微嘅中風兩次，所以我覺得咧健康真係好重要。希望咧以下一啲健康嘅小貼士咧可以分享俾大家。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會患過腸胃病或者係腸胃炎嘅問題喎。如果喺夏天嘅腸胃炎嘅問題，一般嚟講咧都係細菌感染，可能啲食物放存得太耐而引致我哋有屙嘔、肚痛嘅情況發生。但係如果喺秋冬季，尤其是11月至3月有呢個腸胃炎咧，大多數嚟講咧都係一啲病毒性感染嚟嘅。最常見咧，我哋會令到我哋發燒啦，尤其是小朋友啦，會有手足口病啦，或者係咽喉咧會有啲疱疹嘅情況㗎喎。感染咗之後，仍然個精神狀態麻麻地，或者係好瞌睡嘅，仍然持續有嘔吐啦，或者係有抽搐嘅情況，記得一定要去睇醫生啦。係一個病毒性感染嘅話咧，酒精係唔能夠消毒呢一個病毒嘅菌嘅喎，我哋要用咩咧？係要用1比99嘅漂白水咧，去清潔一啲我哋外在嘅環境。好啦，咁內在嘅環境我哋又點樣咧？俾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就係瞓得好，第二我哋要喐得夠，第三就要食得好。記得3個小 tips 啊！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。拜拜。